比嘟嘟，喂，对，修比嘟。因为马哥是长辈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算长辈了。前辈，小马哥，来抽一个，请问玩声乐团曾入围第25届金曲奖的什么奖项？最佳合唱，最佳人声演唱组合，最佳演，然后演吹啊组合，演唱组合，请说出修比都华的成员。刘畊宏、小钟哥，还有宪哥啊，宪哥，他们最厉害，害，宪哥，很厉害了。李子君小马，好，里面最会唱的是谁？但是小马哥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段我拿给宪哥看。好，纪念。感觉来排序玩声乐团的团员们的年纪，从最小到最大。年纪啊，对，哦，这甚至是老 Coco 啦，最小啊，大伟，少来，我觉得哦，应该是你，最小吗？他想要打因为其反向，中的牙齿还没有长满哦。对，他是最小，我在猜还没有好。宜勋是结了婚有小孩，他可以算早婚了。他不止结婚，他还结扎了。这个我不需要知道。他老婆都说还没有，因为昨天又着床。好歪的祝福，我们到底要聊到多歪？如果从最年轻，我是第2顺位，你是第2顺位，我全部都把你都知道了。周周第3顺位，3顺位第4大伟。对，这一件事情呢，只说明了马哥呢只对女人有感觉，因为对男人完全是错误的。只有其中跟周周是，其中跟周周放错了。对，周周是最，我觉得好开心，他是第3。我觉得我好开心。有人因为缺牙而开心吗？如果你要跟朋友介绍小马哥，你会怎么说？当年红极一时，修比都华，就是修比都华里面的一个很会唱的男主唱，他很会照顾后辈。行脚节目拿了什么奖？金钟奖，我们直接剪我得奖画面。得奖的是李子君。我要怎么介绍玩声乐团呢？我觉得玩声乐团应该可以算是修比都华的妹妹。我们是修比嘟嘟。